各位老友記、老街坊一定要睇清楚啦，千祈咪以為攞張樂悠咭就可以喺深圳地鐵橫行無忌。而家政策變咗，長者北上竟然慘被查，如果唔帶嗰張回鄉證，就要即刻買全票，冇任何商量餘地。唔想喺閘口尷尬，被幾十個人望住晒。快啲睇清楚最新安排，免得開心旅程變賭心。最近喺香港嘅長者社交圈同各大討論區入邊，一則關於深圳地鐵收緊長者免費搭車要求嘅消息，簡直係傳到沸沸揚揚，變咗大家茶餘飯後討論得最私利嘅話題。好多老友記平時習慣咗喺香港攞住一張樂悠咭走天下，無論係坐巴士定搭港鐵，嗰2蚊優惠用得順理成章，心安理得。但大家可能冇意識到，一旦過咗羅湖橋，到咗深圳境內，規矩就完全唔同晒。有一位經常北上飲茶行超市嘅長者，最近喺網上發咗一個詳細嘅貼文，講述佢喺深圳地鐵站遇到嘅尷尬事。以前佢北上嘅時候，過地鐵閘機行嗰條綠色嘅免費人工通道，只要向站崗嘅職員隨手晃一晃手上面嗰張樂悠咭，對方通常只係斜眼睇一眼，或者係見到佢嗰頭花白嘅頭髮，覺得年紀肯定夠啦，就直接揮手俾佢入去。嗰陣大家都覺得深圳地鐵真係人性化，對香港長者好友好，過閘速度又快，方便到不得了。但就喺最近呢幾個禮拜，情況發生咗天翻地覆嘅轉變。呢位網友話佢最近喺深圳地鐵嘅人工通道準備過閘嗰陣，原本以為仲係好似以前咁晃一晃就過得，結果職員唔再只係點頭示意，而係非常嚴肅咁伸出手，要求佢出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回鄉證。呢位老友記當時就呆咗喺度，心入邊仲喺度諗：我有樂悠咭，唔係就證明咗我係長者咩？結果職員唔單止要睇，仲要接過去仔細翻睇，重點查驗上邊嘅出生年份，睇下係咪真係已經滿60週歲。如果你嘅回鄉證顯示嘅年齡就算差1日先到60歲，或者你當時咁啱將回鄉證擺咗喺背囊深處攞唔出嚟，就算你手入邊攞住嗰張紫色嘅樂悠咭，職員亦都會非常有禮貌，但極其堅決地請你離開人工通道，叫你轉頭去自動售票機嗰度按原價買飛入閘。呢種轉變咧，令好多習慣咗刷面或者刷卡嘅老友記措手不及。呢個貼文一發出嚟，下面即刻引嚟咗幾百個老友記跟貼，大家紛紛分享自己嘅慘痛經歷。有人話喺大劇院站準備坐地鐵去蓮塘口岸嗰陣，被保安查得非常嚴，就算後邊排住長龍，職員都一啲都唔鬆口，一定要見到證件先放行。仲有人喺布吉站親眼見到一個中年男人，睇樣可能啱啱過50歲，想借住樂悠咭嘅色水運過去，結果因為攞唔出證明年滿60歲嘅回鄉證，最後喺大庭廣眾之下被要求去補飛。呢種場面對於愛面子嘅香港長者嚟講，真係非常難堪。大家而家嘅共識就係，而家深圳地鐵真係個個站都睇得好緊，再都冇所謂嘅刷臉優惠啦。以前嗰種靠白頭髮、靠樂悠咭就能夠輕鬆過關嘅日子，已經正式成為咗過去式。而家嘅深圳地鐵係真真切切地喺度執行每一項規定，唔會因為你係香港嚟嘅或者係老人家就給予法外開恩。點解深圳地鐵突然間會變得咁嚴厲呢？其實呢度面有好深層次嘅原因。我哋要明白一個核心問題：樂悠咭雖然喺香港係我哋長者免費或者優惠搭車嘅神卡，但喺內地佢其實並唔係一份法定嘅身份證件。有好多理性嘅網民喺討論中點出咗關鍵所在，嗰個就係樂悠咭嘅申請門檻。喺香港，樂悠咭嘅申請資格係可以喺年滿60歲之前3個月就開始申請嘅。呢個代表住，當你攞到呢張卡嘅時候，你可能實際上只有59歲零9個月。喺香港本地，為咗政策銜接，呢3個月嘅差距可能唔係問題，但喺內地職員眼入邊，差1日都唔叫滿60歲。
如果有人咁啱59歲多啲，攞住呢張卡喺深圳地鐵博大霧，嗰個其實係唔符合當地年滿60週歲免費搭車規定嘅。由於樂悠卡上邊並冇用非常顯眼大字體嘅形式標注出生年份，內地地鐵站嘅安保人員好難透過肉眼快速核實你嘅真實年齡。呢個就係點解深圳地鐵而家統一要求一定要查驗回鄉證嘅原因。回鄉證係國家發放嘅正式身份證明，出生年份寫得清清楚楚，一眼就能定乾坤。呢種做法其實係為咗填補管理上嘅漏洞。除咗年齡核實嘅問題，仲有一個原因令大家覺得呢次收緊政策係情有可原嘅。而家港人北上嘅浪潮實在太猛烈啦！每逢週末，深圳各大地鐵站，特別係靠近口岸嗰幾個站，好似羅湖、福田、深圳灣附近嘅地鐵站，全人類都係人山人海。喺呢個龐大嘅人流量下，其中好大一部分係享受免費優惠嘅長者。如果唔嚴格查證，好容易出現濫用福利嘅情況。有網民留言話，曾見過有人攞住顏色或者款式好似嘅卡片，企圖混過關，甚至有後生仔攞住屋企長輩張卡去嘗試。深圳地鐵作為一個每日服務千萬人嘅超大型交通系統，如果每個人都只係揚一揚手就入得站，但管理上就會出現巨大嘅黑洞，對納稅人同埋俾錢搭車嘅乘客都唔公平。所以而家嘅呢種嚴執法，其實係為咗防止有人鑽空子，確保公共資源唔被濫用。有一位經常往返深港兩地嘅李姓老友記喺網上留言提醒大家，我哋過關北上本來就一定要隨身攜帶回鄉證㗎。呢個唔單止係為咗坐地鐵，更加係為咗證明自己嘅身份。而家只不過係入閘前做多一個動作，將證件由銀包入邊攞出嚟俾職員睇下。呢個其實算唔上係咩刁難，只係回歸到咗正常嘅制度管理。我哋要對比一下香港同深圳嘅做法。喺香港，我哋習慣咗用一張感應卡解決所有問題，因為我哋嘅底層數據都係聯通嘅。但喺內地，特別係對於持回鄉證嘅香港居民，好多時候人工查驗依然係最可靠、最直接嘅手段。有啲老友記可能會覺得麻煩，心入邊覺得我頭髮都白晒咯，通通仲會呃你嗰幾蚊車費咩？呢種心態雖然可以理解，但我哋都要換位思考。既然我哋係去人哋嘅地盤享受人哋嘅福利，按照人哋嘅規矩做嘢，亦都係一種基本嘅禮貌同素養。事實上，翻查深圳地鐵嘅官方資料，就會發現呢個根本就唔係咩新規例。深圳地鐵一直以嚟嘅官方規定都寫得清清楚楚，凡係年滿60週歲以上嘅老年人，唔分戶籍，憑本人有效嘅身份證、港澳居民居住證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有效證件，就可以免費乘坐地鐵。請注意呢度嘅關鍵字係有效證件同回鄉證。樂悠卡從來都冇出而家深圳地鐵嘅官方免費證件列表入邊。老友記們真係唔好覺得係被針對咗，或者係深圳唔再歡迎香港人。呢個完全係一種誤解。深圳地鐵嘅職員雖然查得緊，但態度大多仲係非常專業同有禮貌嘅。只要你主動配合，提前將回鄉證準備好，出示俾佢哋睇，佢哋通常睇一眼出生日期，就會立刻側身放行，成個過程唔到3秒鐘。相比起喺閘口因為冇證件被攔落嚟，然後喺一眾乘客嘅注視下顯得尷尬萬分，最後仲要拖住行李乘去排隊買飛，嗰種心情嘅落差先係真係掃興。我哋出門旅遊求嘅就係一個順心，如果因為呢件小事搞到自己心煩意亂，但北上飲茶嘅心情都被破壞晒。其實呢種查驗並唔係專門針對香港人嘅，好多內地嘅老伯伯、老太太，如果佢哋冇帶當地嘅老年人優待證，同樣會被保安要求出示身份證嚟核實年齡。喺規則面前，大家都係平等嘅。深圳作為一個包容嘅城市，能俾非戶籍嘅長者提供免費搭車嘅福利，呢個本身已經係非常大方嘅做法啦。喺好多其他城市，
非戶籍人口係好難享受呢種待遇嘅，所以我哋更應該珍惜呢份福利，透過遵守規則嚟維護呢種雙向嘅友好關係。總結一句話，大家以後北上樂悠咭可以帶住喺香港用，但過深圳地鐵人工通道，請認準回鄉證，開開心心北上，平平安安返屋企，呢個先係最好嘅旅行。